可沈行堂，你别。海棠花，卓玉芝的气味，妹妹可还熟悉？叶长梦，妹妹可曾记得，我是从何时开始出现在你的梦中？1个月前，去王安寺祈福的路上，我们同住一家客栈。小姐，这间厢房地处幽深，怕是会有不少人住。我去向店家要些驱蚊的檀香送来吧。好，你这会安小厮便去睡吧。香到了，我自己点上就好。好。妹妹所不知道的是，在你对门的厢房之中，我的母亲彼时正和她外逃的情夫幽会，也找客栈的小厮要了1尾香。真不好，现在的客官玩的可真疯。那夜，小厮送香却送错了房间。客官，你要的东西。我本以为妹妹调香多年，多谢。会有所察觉，不会出事，故而不愿插手我母亲的那些丑事。哪曾想，妹妹却是失察，中了那香。
我去给妈吃。求你帮我。是你借着药性。那药性太重，妹妹不得清醒，错把那一夜当成了一场梦。那我们是否已经……妹妹如此伶俐，何不自己猜一猜？姑娘画的是鸳鸯，还是金丝雀？鸳鸯昆禽双死，鸟雀终伏笼中。我画的是可以自由翱翔于天地的鸿鹄，无拘无束，不枉世间。小姐，公子让我把这给您，还望您能收心，别再忤逆他了。拿个破死就敢来讹诈别家！一把金锁，就想锁我一生吗？哥哥，求你放我出去吧！都是青堂的错，我再也不敢随意出府了。背着我偷偷溜出去，还蠢到被蛇咬，不给妹妹吃一点苦头，妹妹怎会长记性？姐姐，姐姐，燕城世子亲自来议亲了。什么？可我如今已经成不了陪府嫡亲的姑娘，她怎么会？哎呀，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姐姐随我去就是了。哦，这个是母亲让我转交给你的，她心中意味求出那样的胸签，坏了你的记名而感到愧疚，姐姐千万不要怪她。此事乃是天授，我又怎会怪罪大夫人？今日世子亲自来了府中，我相信上天还是有几分垂怜于我的。嘿，只要姐姐心诚意切，一定会有好姻缘的。我们走吧。老夫人想着，既是金玉良缘，又何必拘这些繁文缛节？老夫人一直将姑娘当做亲孙女照看培养，样貌品行绝不输于任何世家闺秀。青堂在我眼中，胜却世间所有女子。子期姑娘不是也要嫁入宫中为妃？
莫不如将世子与姑娘的婚事定在同日，花萼相辉，双喜临门。我自是愿意的，就是不知……好孩子，老身呐，终于等来了这一天。要是你的亲祖母还在世，看着该有多开心呢！婚嫁兹事体大，祖母和世子虽然有意，但如今我才是裴府的主人，我自是要先问过清堂的意愿。妹妹既然也在，便表个态。清堂，世子，自那日宫宴重逢，我便一眼认定了你。如今你云烟未嫁，我肉冠未娶，你若愿跟我长相厮守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，绝不娶二妾。这世间情缘，多是兰因絮果，世子倒也不必急于给他这么大的承诺。妹妹还是要好生考虑，无论做什么选择，为兄都是你的退路。怎么了？承蒙世子厚爱，恭清堂无福成婚。清堂，清堂姐姐，你犯什么傻呀？清堂自知身份低微，且命前有命中待客，无法以嫡女的身份记名。我这种人，为了一己私情，却要毁了两家世代声誉。清堂不愿背负这样的负累恶名，不如知难而退，就此作罢。燕城世子，对不起。西安王有梦，神女无情。清堂既已做出选择，世子还是另选其他闺女吧。从之，我与清堂妹妹情投意合，她今日拒我，定是她受了什么委屈，有她的苦衷。世子的意思是，我裴府的姑娘还能被外人欺负？府内之人也未尝没可能。既是我裴府的家事，岂能容外人指点？方才的话我全当没听见，还望世子往后慎言。晏殊在，送客。是。竟被陈烨讨好，放开我！妹妹怎么又这样不乖？裴宗之，你就一定要彻底操弄我的人生，毁掉我的幸福吗？我根本就不爱你。不爱我没关系，生是生死，你我怨气难灭，有名无关，粉身碎骨。
不相负。缘起难灭，有命无安，粉身碎骨，永不相负。难道我这一生都逃不开他的掌控吗？喝出来的麝香味。江湾，我与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何要害我？我要感谢他，给了我一个逃出升天的机会。大夫人只因自己半生机遇难平，便要拉着我一同下水吗？这只发簪是大夫人托子期相赠于我，可其中却藏着能治女子不孕的麝香。子期心思单纯，想做这件事情的人，只能是大夫人。我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为何要做这缺德事？大夫人与裴从之多年母子离心，相赠成仇。大夫人又为何因为想要对付裴从之，而对我这个无辜的局外人，做出如此有损阴质之事？何必拿出一副平白受害的模样？你在裴家那群傻子面前的精明算计，在我面前就收起来吧。你与裴从之瞒着这裴府上下，暗通款曲，又有什么脸来智慧于我？我与他，跟夫人与外面的男人有所不同。清堂之耻，只当他是兄长，不会与他在一起，更不会与他孕育子嗣。你找错人了，我自己都被困在这府中，还想让我帮你？若是夫人不想子期妹妹的真实身份暴露于世人面前，你最好帮我。他竟连此事都告诉你了，你们连威胁人的方式都一模一样。可笑那裴从之，千方百计的想要留住你，你却一门心思的想要离开他。裴从之，他果然不配得到人的真心。好，我帮你离开裴家。明日我会派人出城去寺庙祈福，你便混在队伍中，随他们同去，永远离开裴家。谁？您放心，刚送来的新鲜货，水灵着呢。谁？哎呀，小美儿，你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是裴府的小姐。小姐，来到了花楼，你就是继子，我请你好好服侍服侍大爷我，你能少受点罪呀！加油！你谁？阁下方才救了我，想必是与那浪荡之人有所不同。我
我是裴府的小姐，若是求财，救我出去之后，多少钱财都可如数支付。没想到会让你遭受这无端的羞辱。雅千雪，真的是你把我劫至花楼，又是你的计谋吗？怎么敢做不敢认？你这么做只会让我觉得你恶心。你走吧，即便是烂在泥沼，也不用你假意来救我。不是我。青桃，我来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都怪我不好。是我自己命不好，燕城世子以后莫要再来寻我，全当是从未认识过我。你可是怪我没有护好你，所以才受了这般委屈。我今日流落花楼，青玉注定会被毁。我配不上世子，世子应当去寻一个门当户对的清白姑娘。在我眼里，妹妹就是这世上再清白不过的姑娘。女人的清誉，从来就不在这罗裙之下。燕城，没事了。今日的遭遇，你若不想说，我永不过问。但我燕城就一句话：只要你心中有我，我燕城此生非你不娶。没事了。裴宗志，你竟然伤他！母亲竟敢动我最在意的人，那就让你也付出承受不起的代价。你那奸夫的命就握在我手里，你好自为之。我就是要让你有失所爱！敢有下次用失所爱的人，将会是你。姐姐回心转意便好，能嫁给燕城世子，是皇城多少女子求之不来的福分啊！他待你真心，你便珍惜，切莫因自轻错失这良缘。听闻姐姐去了趟望安寺，中途改道去了哪儿，受了风寒。我没事了。姐姐要精心调养着，万不可影响成婚啊！我当真是心疼姐姐，但平南王府本就是君胄世家，对门楣身份没京中权贵那般在意。姐姐嫁去他们家，是顶好不过的归宿。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被掳去天水巷花楼，影响成婚。去平南王府，不只是好归宿，更是能救我
摆脱囚笼的生路。明明是我先看上的，祖母却同意她嫁给一个外人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居然还惦记着那个小贱人！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个疯妇，放什么癫？你敢为了他打我？打死你这个疯女人！沈清堂这个小贱人，都要嫁人了，还勾着裴景明不放，我定要狠狠地收拾他一遭。我丈夫在燕城世子手底下当差，这2日同我说了一新秘趣事。咱们府沈姑娘在去望安寺途中被掳到了甜水巷花楼，还是燕城世子亲自带人救出来的呢。哎，你别胡说！若是咱们姑娘真落到过那种地方，那平南王府怎可能还来下聘礼呀？许是世子被他勾了心窍，也不一定呢。属下派去灵川的人来报，清堂姑娘的母亲，并非死于瘟疫，其颅骨处遭受重击，骨骼碎裂，瘟疫只是掩盖其死亡真相的托词。另外，在沈夫人的身上还发现了这只发钗，果然是前朝所制。据说是前朝皇帝淑妃之物，仅此一指。若前朝皇帝病逝之时，将宝藏藏匿之处告诉过淑妃，那平南王为何暗中调查清堂？为何纵着燕城接近清堂？便有了答案。清堂的身上定藏有宝藏的线索。采薇，帮我擦身吧。你又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不能这样。那这样，裴从之，花楼、金印，我可以不与你计较，但你如果现在非要迈出这一步，我定会与你玉石俱焚。明日，我的准夫婿是燕城，不是你。你那准夫婿，可如你我这般亲昵？如我这般，知你身上悄悄藏着一朵紫荆。藏？你说藏？我身上的刺青自小便有。若你我真的有过肌肤之亲，怎会此刻才注意到？裴从之，你骗了我！妹妹如今才知道，倒不算晚。沈清堂，那晚你虽中了内香，但真相却是……你可看清楚了，我是谁？裴从之，帮帮我！灼灼桃花，轻轻飘落，瓣瓣在心头。怎奈寻来无影也无踪。任凭岁月偷偷藏起轻狂与懵懂，再回首看世间闹哄哄。是悲是喜，清堂，是转念成空，
我要的是有一天我明媒正娶，你心甘情愿。你明明……没有，我对你从未有过半分感情，更谈不上爱。就算你不爱我又如何？我也会想尽一切办法留住你。我在家中等妹妹回来。采薇，还有多久到？快了，过了这个路口就是平南王府啦。一定要顺利。新娘子到！采薇，小姐莫急，我去前面看看情况。这裴府可要颜面扫地了。走吧，走吧，平南王府退婚了。不可能！燕城世子向我裴府下了聘书，许我家小姐明媒正娶之诺。平南王府凭什么出尔反尔啊？我们要见世子。沈小姐做下什么你们不知道？沦落到甜水巷的女人，如何配为世子妃？赶紧走！真的是，这姑娘这姑娘家的名声这么毁了。要不然让别家兄弟谁会有？小姐，他们不让我们抬轿进府，说是要退婚。沈姑娘还是请回吧，退婚帖不日便会送去裴府。我与燕城世子约好了，今日成婚。他亲口求娶，即便是不娶了，我也要等他出来，亲口与我说明。
亲，吉时已到，青堂妹妹还在外面等我，你快放我出去啊！这样大的事，你怎能瞒我？母亲，我没有。甜水巷当日，我亲自去救的青堂妹妹，我可以作证，她是清白的。况且她也是受了无妄之灾，我怕您多心才没说。怕我多心？你是怕我知晓了不肯允这门亲事吧？今日我既知晓，是断不可能让你娶这样的世子妃进门。把她给我关进祠堂。母亲，有我的准许，不准出来。父亲，你帮帮我。母亲，你爹儿还要怨恨你。母亲，宁愿你怨恨我一辈子，也不要你在别人的耻笑中过一辈子。怎么？你还觉得惋惜？若你一开始便听我的，为晨儿寻一门门当户对的亲事，就不会有今日的闹剧。怎么就传出去了？今日之后，若他还是不消停，惦记着那裴家女，你便带他回边关，好断了他这门心思。好。岁月无声，看花开花落几许。庭院深深，藏多少忧伤孤寂。见过众生，见过天地，而为何今日这亲事，不曾见过非平南王不娶，而是我裴府不嫁。日后，若是我再听到有人敢妄议此事，休怪刀剑无眼，惹祸上身。谁的身影忽远忽近，被蛊惑的心回家，看得仔细。跟我回家。如何甘愿困在这场梦里？如何转身逃离？还是一寸光阴或一场游戏？穷尽我好奇，如何怪你怨你恨你念你？如何把你抱紧？不怕一粒春风清醒了回忆，梦过不留痕迹。我已经声明，是我裴家不愿与平南王府结亲，退了婚事。凌波不渡，四息瘴瘍。哥哥以流言毁我清白在先，又偏要为我挣几分薄面，还真是好算计啊！这一局是我输。你真的以为我会用那些不入流的手段？我所有的挣扎，在你眼中都很可笑吧？我怎么会觉得你可笑？妹妹是个聪明人，若不撞一撞南墙，永远不会甘心。你不想死，
你曾经与我交易，用你的一切让我救你。如今你想活得更好，又要拼了命的逃离我身边。你还没有达成目的，怎会甘心就这样去死？但像我这种生命尽毁的女人，只有死路一条。难道我不是你的退路吗？从小到大，凡你所喜，我都要迎；凡你所恶，我都得远。我早该明白，你想要的，从来都是我俯首称臣，心甘情愿。裴宗之，妄念不得，都开始在梦中求了吗？从小到大，凡你所喜，我都要迎；凡你所恶，我都得远。哥哥总是这样。但我不是鸟雀，我是一个要自由、有尊严、活生生的人。我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，而不是在这个深寨之中作为你的玩物，撩此残生。妹妹不想做笼中雀，竟要当林中兽。即便如此，我也会将你的利爪一根一根的扒去，将你全身的傲骨一根根的亲手敲碎。裴宗之，你就真的宁愿寻死，也不肯应了我？哥哥总以为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中，可是这世上有些事情就是至死也不会如你所愿。沈清堂，你可以讨好所有人，
为什么不肯顺着我，爱我半分？或许因为我跟哥哥是一样的人，一样的坏，一样的睚眦必报，一样的算计人心。我们这样的人，怎配谈爱？所以，从一开始我就错了，是吗？我们之间从头到尾都是错。我知妹妹心冷绝情，可以在这个世上没有半分牵挂。如若有一天你真的敢死，你所在乎的人，裴子期、蔡薇，还有你心心念念的燕城，都将为你陪葬。即便是错的，我也要留你在我身边。生相违，死相依，生死不相负。公子是怎么了？无事。是青堂姑娘吗？您还没与她说清。白日里的流言不是您干的，甚至白日里您还为了她跟老夫人起了那么大冲突。人手已经安排好了，保证今日婚礼见了血光，无法照常进行。好。今日关于小姐流落甜水巷的事情，不知被谁传了出去，在坊间流传开来，说的难听。看来不想让今日婚礼顺利，不止我们。出嫁当天传出这般丑事，即便是退婚，又如何挽回裴家颜面？今日就算他死在外头，也不许回裴府。祖母，青堂无论生死，都是我裴府的人，也是我的人。你个孽障，竟然为了一个养女失了身份！把偏离全都给我放下！抬走，走。公子也是一番苦心，为何不让姑娘知道，还生了嫌隙？在他眼中，我所作所为皆是卑劣，又何必让他懂我？只是此事一出，日后沈姑娘在裴府的日子，怕是更不好过了。流言一事，你去查查，到底是谁？是。喝水。来日方长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为了一个女子垂头丧气，成何体统？什么体统？什么来日方长？我若去了边境，必定3年5载，我哪还有机会再见到青堂？我看你就是个阿斗脑袋，10几年的兵书都白读了。《孙子兵法》36册，第8册，背。我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父亲，您是允我和青堂私奔啊？好了好了，稍安勿躁。眼下你娘盯得很紧，你须得过些时日才能回来。是，父亲。小姐，他们欺负人！谁欺负你了？
我是心疼小姐。这几日我们去老太太那儿晨昏定省，她是日日不见。现在账房又要克扣咱们的月钱，哪有这么不给人活路的呀？那柳岩的事情又不是您的错。是啊。还有那大公子，平白无端的送2个门神过来，难道他也不相信小姐，不想让你离开这仙学院吗？采薇，若是他不派人过来看护，我们这仙学院，说不定哪天就会传出我蒙羞自缢的死信来。小姐，咱们离开这裴府吧。谈何容易！裴从之，你派人看护着，让我死不了，却也不多一份帮助。你是在等我先低头去求你？采薇，我想要配一副可以安眠的沉鱼落雁香。你那儿还有备料吗？有，还有很多呢。好，那就孤注一掷，全都用上。采薇，把他们捆去偏房，再放出风声，就说我们仙学院已经被裴府长家人彻底抛弃了。你们不能进来！这是干什么？哎，仙露，仙露，小姐，行路，你要干什么？放肆！你如今不过是个有辱门楣的破鞋，我的名讳，岂是你能叫的？我是裴府的姑娘，又何叫不得？就你这副残花败柳啊，早就一支玉臂万人指，一点朱唇万人尝了，还把自己当做裴府大小姐呢。花瓣胖子，裴景明送的吧？我看你呀，就是想赖在裴府里，用你这淫贱身子再勾搭几个男人翻身。裴景明愿意在我落魄时凑过来示好，那是他的事情；管不管得住你的男人，那是你的事情。我是不会走的。你不走，那我便送你一程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沈天堂，今日我为你设计了一出好戏。裴府养女因花楼失贞沦为破鞋，羞愤之下饮酒自醉，溺死于澡堂，好叫人生前把你的身子睡烂，死后也能看到你的大好风光。我今日来是老夫人授的意，你就等着陪葬。沈清堂，沈清堂，小姐已经去了，大夫说气息全断，回天乏术。逝者为大，还请大公子不要再惊扰。滚！沈清堂，
我们谈谈。再过1炷香的时间，给你发丧的人就要来了。倘若你还不醒过来，我不介意让大家知道我们俩做过什么。我更不介意让他们再看点自己的东西。裴宗之，不装了，利用假死来离开我，这便是你的选择。与其一边受尽屈辱，夹缝求生，一边又是你步步紧逼，被当作砧板鱼肉，我宁可舍出性命去死。你这些手段，骗骗外人也就算了。妹妹生于灵川，金江带湖，自幼水性极好，长于调香世家。调一味归西假死的药，并不难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放过我？记住方才的恐惧，沈清堂。一旦我再发现你要试图逃离我的身边，即便是你真的死了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妹妹是知道的，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你说你去招惹他干嘛？你要害死我？我错了，我求你，我不该都去当妹妹，我求你，我求你看在我还是裴家骨肉的份上放过我。掌掴他的是右手，把他按下水的手又是哪只手呢？住手！孽障！你这是想要裴家绝后吗？你若执意要杀，就杀老身好了。他要杀沈清堂，不过是一命抵一命，很公平。这人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你若执意想要为他讨个公道，我依你便是。从今往后，天水巷之事，府中谁也不许提起，绝不会有任何人再刁难于他。这样你满意了吧？好啊，就依祖母所言。不过，贱婢行路，谋害家人，裴景明任由杜父为虎作伥，罪犯不查。从今日起，去庄子上思过，非死不得再踏入裴府半步。你你也不是一个要求死的人，
为何不好好喝药？兄长先前的交易可还算数？是不是只要我答应做你的女人，你就可以满足我一切的要求？一切。